我路上跟你讲了这么多，你也跟我讲讲呗。你经历的过去，我们都发生了些什么？那可不能告诉你，否则呀，等你见到曾经的我，你所做的一切，就是刻意为之，不是真情实感。不对。 别动，我去看看。为什么我还会有和你相处的记忆？如果我们的命运已经被改变了，你这次选择留下来，那你想的时空应该已经终结才对。若你与今日的我继续走下去，为什么我还会在我的过去遇见你？若没有当年的因，又何来今日的果？正如没有你，当年恐怕就不会有那块凤牌。这说明一切还在按照原来的轨迹发展。奸邪封侯之徒，你们是义父派来的人。小兄弟，这么紧急的事，杨副将为什么不亲自来啊？城里事务实在太多，杨副将抽不开身。可陆长公不会骑马呀，为什么不备马车呢？是啊是啊，杨副将特意备了马车，就在竹林外面，马上就到。是吗？在箭头涂了剑血封侯，太卑鄙了！
是书上写的箭毒木吗？它生长在南方，北猎人不常使用，反而是大圣用的最多。神谕使，你的意思是？陆石已然卸甲，而且他也没有戴虎豹假面，北猎人应该不认识他才对。而且他们怎么知道这是陆石的老家？难道是那个奸细？奸细？对了，几个时辰前，有个人在城里大肆散布陆将军的死讯，还点燃了狼烟。事后来报说北猎的追风营已经卷土重来，我们正是因为这个才来找到陆将军。可没想到，追风营怎么又是追风营？宇文破晓，正是。此人狡诈多疑，阴狠歹毒。北猎卷土重来，我们又没了陆大将军，此战怕是毫无胜算。末将以为可以先行后退。范老鳖，你怎生得如此贪生怕死？什么叫先行后退？等到北猎打了西戎，我们再夺回火风堡，那就更是难如上青天。要我说，我们就该死守，等着李丞相的援军来救咱们。李庸带兵来了。是啊，李丞相本来是来犒赏的，正好带了彩云郊的边军。军无主帅，虎豹营现在一盘散沙，毫无士气，我们怎么打呀？大家冷静，当务之急是赶回火风堡。神使，你说，我们是退还是守？不退也不守，主动一点。陆长公，你怎么跟杨炮这一样意气用事啊？杀害陆石的凶手另有其人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是怎么知道陆将军的死讯的？我们北猎的弟兄下的可都是死手，什么狗屁杀人啊，还不是我们的手下败将？贝利蛮子，我杀了你！你暴露了。北猎人惜发如命，刚刚杨副将砍断了你的鬓发，你怎么毫不在乎？因为你根本就是圣国人。下令杀死陆石的也是圣国人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们圣国人岂不是在自毁长城？陆石刚刚中箭，死讯就已经传遍火风堡。北猎的援军恰巧在这个时候卷土重来，彩云郊的边军也恰巧在这个时候，在某人的带领下，在赶往火风堡的路上。这天底下哪来这么多恰巧啊？因为一切都在某人的计划中，他想夺虎豹营的兵权。你是说？你可知，我们在南梦湖发现了几具尸体，其中一具眉眼与你甚是相似，他是你负责暗杀的兄弟之一吧？他并非毙命于陆石剑下，却是死于见血封侯之毒。参与暗杀的人都被灭了口。你知道的，李庸向来斩草除根，不留后患。你胡说！是他，恩师，你扎我！果然是李庸啊！岂有此理！没想到真是李庸这个奸贼！不好了，北猎军已逼近火风堡。杨副将，你和陆长公继续审讯。是。范副将，天快亮了，你与我先去城外部署，一定要击退宇文破晓，更不能让李庸夺走虎豹营的兵权。好。
给他拿点吃的吧。报！不好了，暴民们正聚在城门下，吵着要开城门逃亡。乡亲们，快跑啊！北列军打过来了！快跑，快跑！陆大将军已经死了，朝廷不会放我们的。谁拦我们的路，就是要我们的命！都回去！我们把别人都夺过来！回去！所有家伙躲着手，至少还可以自保！回去！北烈还没来，城里就已经乱成这样了，这样下去可怎么办？开城门！朝廷不会放我们的，乡亲们，快呀！开城门！让我们出去！乡亲们，朝廷是不会放弃我们的。这个人是北烈的奸细，他制造恐慌，就是为了让我们自乱阵脚。北烈奸细，我们之前不是赢了吗？为什么还有北烈军？可是他说的也是事实啊，我们等在这里也是等死啊！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么多北烈蛮子？是啊，大家不要害怕，我一定会守住火风堡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北烈蛮子再踏进这里。你是什么人？区区女流之辈说什么大话？我是陆大将军的亲姐姐，请大家务必相信我。你是陆大将军的亲姐姐，又不是陆大将军，信你有什么用？你算老几？就是，这皇帝老儿远在江都都不管我们，依我看，不如冲出这城门，至少还有一线生机呀！冲出去！到时候你们就藏在这儿，按照我刚才教你们的。报！不好了，百姓要一闯出城，已经和守城的士兵打起来了。唉，意料之中啊。北安王在时，朝廷已经放弃过他们一次了。如今再无皇亲国戚，他们肯定认为朝廷更会不管不顾。再无皇亲国戚，他们肯定认为朝廷更会不管不顾。不好，试一试，试一试。元气5年，女娲陆渊妖媚惑宠，尊宠日隆，终至凤牌登至后位。天一盏烛光，伴无尽思量。我知道，一旦选择了这一步，就会和陆氏一样，注定要惨死于未来的某一天。但这个选择，其实5年前就已经做好了。我既不曾后悔，也绝不会逃避。只是身所深宫时，仍不免在心里期盼有一天，陛下恢复了神智，我们扫清了李庸一党，收复了大圣河山，而我们就此结庐南牧，回到我们曾经的家，过上了牧马放羊的快活日子。然而，这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，大梦一场。请记得自己不假。吾乃大圣皇后，信物在此。丧地之痛，复仇之恨，家国之责，似乎每一样都比你我之情重要。
看来我始终无法阻止你成为那个陆皇后。陆大将军被奸人所害，不幸遇难，但大圣绝对不会放弃你们任何一个子民。本宫在此，虎豹营兄弟在此，与你们共进退，同生死。不管真假，够威风！皇后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谁是？跪下！参见皇后娘娘！沈不言，难道你还未看清这宿命？一切既已无从更改，你又何必苦苦坚持？陆渊，无论宿命如何，我只记得那日我说过的，我会留在这里，与你共同面对一切艰难险阻，击垮李营。我绝不食言。皇后娘娘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众将士听令，准备迎敌。是。这两个圣国人耍什么花样？都尉大人，我们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哼，空城之计，故弄玄虚，是不是故弄玄虚？你义兄没告诉你吗？呸！别把我跟那个废物哥哥相提并论，他不配。那我配吗？你是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我乃北列大将军宇文武。大胆！义父的名讳也是你能叫的吗？儿啊，不，私下里我应该叫你小小。其实你我之间的感情这么纯粹，大可不必用父子关系来掩盖。这小子怎么会知道？快过来呀！你以前不都是直接跳到我身上的吗？闭嘴！哎，这天下的感情啊，终究是爱情最不牢靠。看你一身抱负又有何用啊？至今还没有那个废物儿子官大，只做了个小小的部都尉。有的人啊，14岁就官拜水军大都督；有的人40老几了，还是个部都尉，一块石头都能被封个盘固侯。一个人40老几了，还是个部都尉。我宰了你！有人5岁能称象，有人6岁变贤音，有人8岁肯让梨，5岁还偷邻居的鸡，有人10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你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梦醒只剩2行泪。你15出家没庙收，16当街把钱偷，20举身赴青楼，25将府学牙走。你说卖身谈理想，谁料有爹忘了娘。那将军之位遥遥望，来日太漫长。看情郎爱把你亮，你作罢又何妨？何必屈居那部都尉？40老几还没名堂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我不都说了吗？我是你爹。是村夫，休再饶舌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骆大将军早就死了。后营，那是不包假面，杀神不实，他不是死了吗？好像是杀神，死了吗？小小都尉，谁给你的勇气敢跟本将军这么说话？不可能！你少给我装神弄鬼！上！我们包围了！爱云将面对先遣队在此，奉你丞相之命，速来支援。爱云将面对先遣队在此，奉你丞相之命，速来支援。还好他
没放收藏家吃亏啊！举魂小儿，小妾不杀！举魂小儿，小妾不杀！错了，我今天就是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如此世界丞相，我真是杀神陆石。诸位大人还不明白吗？我们李大丞相与陆大将军情同父子，怎么可能为了你们北烈杀掉他的义子呢？这是他们俩下的一盘大棋，目的不仅是为了收复火风堡，更是为了剿灭你们追风营，断北烈一臂。你胡说！胡说！要不是李丞相，我怎知步都尉大人这么多有趣的私事啊？给我杀光，一个不留！等等，先别动手。陆大将军，你我各为其主，拼个你死我活，不如各退一步。都尉不可！闭嘴！利用这次我本就不信，要不是赵启龙那个蠢货……都尉大人，现在这情形，我们为何还要与你谈判？狡兔死，走狗烹。你们的李丞相早就对虎豹营有所忌惮，什么父子情深，只不过是因为有我们追风营在，他才没有与你们撕破脸。追风营与虎豹营并存，才是你我二人的保命符。步都尉大人所言不无道理，还请陆大将军定夺。宇文小儿，再敢踏足我大圣疆土，斩你头颅成酒！多谢陆大将军，撤。更大的风暴马上就要来了。没有皇后娘娘懿旨，任何人不得踏入火风堡。皇后，大圣根本就没有皇后。皇后信物在此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丞相，凤牌怎么在他手中？阿渊，你们巧计退敌之事，本相听说了。事急从权，你又刚服新丧，本相不会追究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丞相所犯之事，本宫却不能不追究。放肆！你伪造凤牌，假冒皇后，按律当斩。伪造？有些人就是西贝货，自然识不得真。李丞相，你说这凤牌是真还是假？不管真假，按大圣礼法，没有册封诏书，一律做不得事。陆长公，你僭越了，听到没有？虎豹营兄弟，若不速速将城门打开，抓住这个假皇后，一并按谋逆之罪统诛。杨某只信凤牌，只听皇后娘娘号令，不能谨遵皇后娘娘号令。反了，都反了！丞相，我这就回营传令，灭了这些逆贼。慢着！本宫随你们回去。皇后娘娘，不可呀！为了火风堡，陆氏已经牺牲了。若此时再起内讧，岂不是让北烈趁虚而入？杨副将，末将在。从今日起，虎豹营由你统领。杨副将，你与陆石年纪相仿，身形相似，假扮陆石非你莫属。沈御史，这合适吗？合适。选择杨副将你，不仅是因为你外貌身形与阿石相似，更是因为你爱国的一腔热血，无私无畏。这一点，连最爱与你作对的范副将都心悦诚服。这虎豹假面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与担当，切不可再事事鲁莽。末将愿追随将军之遗志，保卫大圣，镇守火风堡，寸土不失。末将遵命。丞相，
会江都处置了这个妖妇，咱们再率大军压境之日，必能一举拿下虎豹营。